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喜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这个各位好去啷家己店冇？最近有一啲对外国来嘅家己店，喺大家认为好去嘅地方，其实布置伊啲落下其实冇简单，对风格嘅设置，你买乜嘅家具，你用乜嘅色，其实係一啲专門。你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一啲美學嘅設計師，叫做林彩玲。伊專門把我哋家己店裏頭卡到落去買嘅東西，表現自家落下地擺，我哋而家馬上來歡迎我哋咧彩玲先生嚟到現場。大家好，我是客家妹林彩玲，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跟大家見面哦。像彩玲先生吼，你這個講你客家妹嘅，唔本地係客家人咩？我是客家人。你是哪裡的客家人？台北的客家人。你台北的行業咩？可是這個爸爸媽媽係行業咩？係，媽媽是客家人。媽媽係行業。萬歲有聽過媽媽講客話嗎？哦，也沒有。也沒有，可是我等於有一般的行業，但是從來冇接觸過客話嘅事情。對。可是其實人家開始學客話，其實安尼真是冇簡單的。不過我們有客家人的精神啊，對。硬講應景去學。會。我哋頭先講喺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吼，喺講喺小家人嘅時候，喺講唔係一啲美學嘅設計師吼。但是上講有啲名嘅我哋貴少談到乜嗰個美學設計師，這裡講我哋一般談到唔係室內嘅設計師啊，網絡工程設計師，美學設計師同我哋室內設計師有乜個差別呢？這兩個差別其實就是在於一個是硬體的設計，那另外一個美學設計呢，它是針對我們的居家的那個色彩還有就是說選擇的家具，還有窗簾，還有包括我們的藝術品、畫作，來做搭配，把家裡佈置得更柔軟。對，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一張照片，就是沒有做這個軟裝設計的照片是這樣子，就是比較硬，比較冷。對，那加了家具之後呢，就會顯得特別的溫暖，有人味這樣子。其實譬如講我哋做室內設計一張圖如果像我哋平常看到，譬如講我哋冇個做好嘅，如何安講？但是呢，冇個做好嘅。人扮嘻嘻嘅，可能你會發現，我開始有幾頭冇看我差別。譬如講，有啲東西同我哋碌卡嘅設計風格不搭。譬如講，我可能係用嘅一種風格嘅碌卡，但是我表現嘅土耳其嘅嗰種燈，表現地方都感覺怪怪啊。咁樣嘅時間，我哋按樣嚟去調整。有乜工作係咪都教我哋啲觀眾朋友們都講，有乜客戶講，讓我去把錯嘅東西去表現我哋咧。室內風格地方一樣像如果是這樣的情況，要融入到這個空間裡面來講的話呢，其實我覺得其實很簡單，只要呢家具做一個調整去變動一下那個格局，其實也不是格局哦，是說移動的家具去做一個調整，那自然而然呢，你可以找到它適合的位置。這樣子，古時候等於講，我哋唔是把我哋以前買嘅東西全部結合，比如講，我哋可能而家我哋新嘅風格係一種風格，跟我哋以前買嘅東西全部都結合，其實稍微調整一下都可以，係咪？咁我哋相信我哋觀眾朋友都聽到講，安尼幾好，係冇學我以前買嘅東西佢講唔可以表現去。對，所以這個就是必須要去學習的哈。所以美學設計師其實養成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必須要去看過非常多的東西，然後呢，怎麼樣去搭配，怎麼樣把這一件物品呢，它是可能是比較古典的，或者是它是很有文化氣息的一個，你剛剛有講到佛頭那我們怎麼樣呈現在家裡面？對，那這個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行業，然後也一直不斷的在追求更美、更專業的一個領域。咁從頭都講，這個係啲美學嘅設計師從有一種東西嘅培養，譬如講你從以前開始嘅話，而係算建築嘅一種內門，還是講而係設計嘅一種內門？你以前係學乜嘅呀？其實我以前是讀那個職業學校，
那是读美容美发科，那当然就一毕业一定是从事美容这个行业这样子，但是会觉得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会觉得自己好像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多大的兴趣，那就一直在思考，我的未来呢在哪里？然后直到我认识了我的先生，那他是从事室内设计，那我就也跟着他投入学习这个行业。那一开始好辛苦哦，我的办公室就是建材室，然后很多都不懂，然后就因为是建材室的关系，所以我都要接洽很多的厂商，那他都会带很多的建材让我认识，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就认识了很多漂亮的建材，然后呢也知道说，每块建材它的最大的尺寸跟最小的尺寸，然后以及我要怎么样去用计算单位，然后去换算怎么样去做计价这样子，所以说我都觉得说我从这个领域开始踏入这个室内设计这个行业，我会觉得。虽然一开始很辛苦，但是它也让我可以更扎实的从事这个行业。嗰等于讲，一开始虽然讲那行美容美发的啦吼，但是后来田顿先生开始做我哋室内设计装潢以后，你都开始最基础的开始学剪裁啦，剪裁形式啦，剪裁种类啦，还有也要太细啦。等于如果你最基础开始去了解那些东西，但是最慢我讲，又变成一个美学的设计师咯。那我又行到对剪裁，又行到也部分来。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机会点，因为我们从室内设计房子完成之后，设计完成之后呢，一定都是要进去做布置。那当然，建商都会有很多建商希望都把房子包装的美轮美奂嘛。那第一个一定是可以很快的就可以销售出去。那这个时候呢，布置就非常重要了。怎么样把一个房子呢布置的美轮美奂让这个来看房子的人能够一眼看上了，就是哇，我只要带一个皮箱来，我就可以入住了。对，那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我就是经过了几个食品屋的训练，然后呢，一个人就有时候扛了5、6条的那个地毯，就把车子都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装饰品，然后呢就这样子进去彻夜的摆，然后呢东调西调的，然后有时候是透天厝，哇，就是用跑楼梯，1楼爬到5楼，5楼爬到1楼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的去看去调整，然后调的也让客户很满意客户也觉得说这个家是他要的。就很快的就卖掉了，那接二连三的就会接到很多的案子，那要我们做室内做设计，那所以就对这方面就非常非常的有兴趣这样子。可是也本来都同这个一开始学的美容美发都等于是同样的，因为美容美发都等于都把一个人变得更强了一些，你都把一个装潢好不的，一把伊变得更强，更适合你黑暗的方向。这个我哋今日嘅主题係講我哋係用去數納，我哋房屋數納。我對美學設計師要變起嘅房屋嘅數納嘅專家咯，一中間係用嚟轉變嘅咯。事實上這個也不算轉變啊，因為我們就是把大空間變成小空間。對，那還有呢，因為我們的生活上。真的就是需要設計很多收納的櫃子，因為你東西不可能凌亂嘛，對不對，向明哥？所以說呢，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呢，就有做學習收納的這個事物，這樣子就包括我一直在接觸建材種類也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他們種類多的時候，你如果要找建材的時候，是不是很不好找？那我在公司我就有一個建材區，那每一櫃我就把它用成格子鋪，每一櫃呢都是不同的建材。那我的同仁呢要找建材，是不是就非常方便？那我也都有
做标示。那标示得很清楚，自然而然你要找的建材就很容易都找得到。当然，我的厂商也非常喜欢来拜访我们，因为呢，他觉得他的建材有家。嗰时等于讲，这家本地都对你这家用的去整理嘅建材，变成为你都提讲，我用的去树纳也的一个专家嘅。咁其实树纳一件事情喺我哋台湾一幾年嘛，幾多年嚟講啦，嗬。咁我請問一下，呢啲盧卡地位最亂嘅地方係哪3個呀？真的，我遇过太多客户，最乱的3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一进门的玄关的地方，对，然后呢，再来呢就是电视柜，客厅的电视柜，再来呢就是卧室的化妆台。嗰時都玄關，客廳嘅天絲褲嘅，然後我哋咧化妝台，對，因為喺我哋盧卡地位最亂嘅地方係咪？我最覺得講廚房我有啲地位呢。這個地方呢來講的話，因為其實大家家裡都有流理台，所以說呢，它其實不會說是太亂的地方，對，因為它都有櫃子可以收納。但是為什麼會講一進門這個玄關會最亂的地方，就是因為大家通常大包小包回來的時候就席地而放了。那家裡不可能只有一個成員，除非你單身，你一個人住。那家裡有那麼多的成員的時候，你今天放一包，明天那個哥哥又放一包，爸爸媽媽又放一包，那自然而然一進門就好多包哦，就是最亂的地方了。嗰時其實這都變成幾多年可能我把這個隨身的東西變咗嘅，嗰時嘅地方係最亂的啦嗬。觀眾朋友，我哋入口嘅地方同我哋嘅客堂，還有我哋嘅梳妝台係最亂嘅地方，你就可以檢查看看係咩樣哦，調試一下，等下我哋教我用嚟梳東西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蔡玲先生同人講到盧卡地位最亂嘅3個地方，都睇得到我哋入門嘅地方，睇到我哋嘅客堂嘅電視櫃嘅，其實都係我哋變化妝品嘅地方。我想問下蔡玲先生，將頭都已經有說明過講，我哋做乜嘅我哋入門嘅地方嗬，係最亂嘅地方。你因為你哋盧卡人過來，你把東西變咗睇嘅，拍你睇嘅，係嘛變咗睇嘅，嗰個其實嘅地方係最亂，但是最亂嘅地方法，我哋用嚟整理啊。這個是非常好的問題哈。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像這個屋主呢，他就是玄關的地方，就是堆了很多的東西。對，那其實他缺的是什麼？就是他少了一個可以讓他收納的櫃子啊。那因為這個空間呢，原本是這樣的空間嘛，是非常乾淨整潔的。那因為住了人之後呢，一家那麼多口，對不對？那可能有嬰兒車啦，還有尿布啊，還有各式各樣的水果。那我就會建議說，像這樣子的一個地方會囤積這麼多的物品，一定是沒有收納櫃，就會建議他做一個收納櫃，然後呢，把它經常可能會放在1樓的物品，就是不會拿上拿下的，就是放在這個地方，然後呢，就是有一個位置是屬於他們的家，這樣子就可以解決這個一進門髒亂的問題了。嗰個因為可能對我哋商品地位可以看到吧，其實地位啊，大部分都按你來講，我哋因為講我哋可能隨時用得到嘅東西，隨時用。冇如講我哋因為講，有嘅東西我哋馬上，如果把它塞這位暫時標一下，東西都可能標我睇嘅，譬如講個天山啊，冇咁買嘅我哋尿布嘅啦，冇如講有啲東西過貴嘅，譬如講季節溫高嘅，夏天溫到秋天嘅。天山冇用啊，又冇一數，唔點數到那，而不會把它標我睇嘅，嗰時那變成其他的東西。可是嗰時蔡玲先生人家意思就講，其實唔管乜個東西，一路要有自家味嘅，係咪？對，就是其實不要用的東西的話，其實就是真的就是要把它丟掉。但是有一個問題，其實我覺得就是大家家庭常常會發生的問題，就是因為大家都住在一起。然後呢，有些人想丟，有些人捨不得丟，那這個就會造成家裡因為這個東西、這個物品要丟不丟而吵架。
那也会造成就是家庭的一些口角这样子，就会为了这件事情吵架。那所以说呢，其实整理也是一个在家里可以修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所以我都会教我的客户呢，就是说，假设你真的问不到这个东西是谁的，其实呢，你就一不做二不休的就把它丢了，因为他也忘了，他也不知道，所以你干脆也不要问他了。哪天他想到的时候，你说有吗？有这个东西吗？就装傻就好了。对。哎呀，无人用的东西啊，吼，对我是讲有东西可能你无人用的啦，不管是这的伊。咁安尼法，我哋睇你讲讲啊，入門口嘅地方，佢聽一秒呢？哦，第二亂的地方來看一下哈。電視櫃。哦，就是天使櫃。對，其實做乜我哋聽一亂嘅地方，係我哋天使櫃咯。這個因為家裡如果有小朋友的話，就最容易電視櫃亂，因為呢就怕小朋友亂拿，然後亂吃，所以呢就能夠多高就放多高，他就碰不到。順序都比較容易。順序就放在上面了，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变成就是就有瓶瓶罐罐啊，或者是有什么湿纸巾啊什么，反正随手放的，对，这个地方就会比较乱一点这样子。可是我問啊，因為如果順序啊，順序的意思如講，我可能馬上都要用誒，咁我把書都倉庫底部去哈。其實這個它其實是有設計它本來就要放的位置，只是它沒有養成物歸原位的那個習慣。他想說順手就放在那邊，事實上他有他的家，對，所以就是常常會有那個就是習慣性就放在那邊就落在那邊了，對，那個就失去說幫他設計那個櫃子的意義了，所以我覺得這是個人的習慣問題，這樣子。故事等於講，係咪講，譬如講我哋更加強烈的重新裝潢的時間啦，吼，我哋設計啊天使櫃的時間。我哋係咪如果想到講，我哋更加是可能有生意呢？好，可能我哋現在有小孩子，或者講我哋現在家裡面是有老人的，我們可能有些東西就會暫時放在電視櫃上。那是不是乾脆就在電視櫃上設置一個這些可能會暫時放置的東西的一個小小的櫃位，讓它平常看起來就是乾淨的，然後好處理的？基本上都不建議。因為積久了，它還是會爆開。對，它還是滿出來。其實就真的，不管設計嘛個東西，不用過去，你就發現哩哩扣扣全部對，哩哩扣扣就一大堆了。那你要去分類，你要再去整理它，你又要花時間，反而更多的時間去做分類，去把它那個整理。所以其實說真的，我們在跟客戶建議的時候，我們都不是這麼建議的。就是比如藥品，你就是要有一個專屬的藥品的櫃子。如果不知道，我們都會貼一個標示，這一個櫃子就是專屬，就是放藥品的地方。那比如說放置那個尿布的，就是放尿布，濕紙巾就是放濕紙巾，對，就是不會讓你找不到你的東西，這樣子的設計才是最符合人性的。可是變成講，每一個東西如果有一個這個味嘅，這個落下，哦，安尼把用下的，你不用過去，你過順序，你的好習慣。對，我哋看天嘅臥室。其實臥室用的生發的地方啊，怎麼去整理啊？按講呢，明日我一臉皮啊，沒哈。事實上，我覺得這是一種身教，因為小朋友會學着爸爸媽媽，那尤其是小朋友跟着爸爸媽媽住，如果說你沒有身教，你沒有隨時養成好的整理的習慣，你將來一定叫不動你的小孩，你的小孩也一樣。就是東西隨便亂丟，那你沒有好好教育他的時候，你以後你教他怎麼整理，他永遠都不會整理。那你是要教一個小幫手呢，還是要教一個搗蛋鬼？這就是爸爸媽媽必須要去學習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因為唯有觀念才能夠給大家正確的一個方向。咱來講吼，嘛，我想到講，其實有時間吼，嗰度爸爸媽媽都講，你把這個東西整理好，結果伊這個會臥房咯，怎麼？如果亂啊，生意都講，你這個有冇整理？怎麼還來整理？第一，
无教我用的整理，所以呢其实要教用去整理一件事情。唔係講你去整理好，伊如果整理好，伊無安尼嘅想法，其實伊唔係按用去整理安尼嘅東西啊。咁頭先伊講嘅，剛才就第三樣咯，你第三樣係乜嘢啊？啊，等你化妝櫃，係咪？咁化妝櫃要用去整理咯。非常需要的，你看，原本是非常整齐、非常干净的，但是因为人一入住，可能他就是里里扣扣的东西就一大堆了，还有女生周年庆一定是保养品就会狂买啊，那可能是前面没用完的，然后呢后面买新的又再开，所以你看堆到都整个桌子全部都满了，对，这样怎么生活呢？可是我講哦，安尼個人哋用買嘅呀。就是看得到，然後很好拿，對不對？對。好，家裡有小孩，常常哈啾哈啾哈啾，一天到晚開那個什麼除濕機呀，除塵蟎的，事實上有用嗎？我跟你講，真的沒有用。小朋友就是很反應給你知道了，他的反應就是因為你的房間髒亂。這很容易藏污納垢的。哦，人家意思都講，你看好了平常，嗰種講，你看好了嗰種鬼仿片的一種講擺設啦，哈，其實一鬼容易會上塵灰的，錯嘅。會很多粉塵啊，會有很多的附着在上面。對，因為你根本沒有去擦，你平面的是不是很好擦？你平面公開，你還要給它挪走，然後再去擦，所以你嚟平常我都唔可以出現，即係拿空來嘅時候帶下錄一啲眼線，有冇？然後其他全部塵灰嘅，然後。瓶子的下面就是一圈圓形，然後四周都是灰塵。對，就是都是灰塵。那所以說，其實它就反映在小朋友身上了。那小朋友就是氣管就會不好，就很容易就是過敏。那這就是引起過敏源的一個很關鍵的一個狀況。可是我哋講好了，其實收納吧，吼，唔單止係表現在空間嗰個成分，其實對健康嘛係有影響的。有。對健康是非常有很大的影響的。對，如果說你都有整理的井然有序，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把灰塵一掃而過，就不用在那邊搬來搬去的，對不對？那所以說對健康絕對是有非常大的幫助的。咁即係頭先你講嘅三個地方啊，你係咪同下啲咧觀眾朋友好簡單嘅小解講？收納有乜嘅原則啦？收納的原則一定有的，第一，一定是不能夠放東西放太多，你一直硬塞硬擠，你要拿東西的時候，一定就是散落一地。對，所以說收納原則，第一個，它這個空間多大，你還是要有一隻手可以伸進去把東西拿出來的一個空間。對，那再來呢，第二個原則呢，就是你不能只進不出，你要去檢視，你要去分類，這個物品它是適合放在哪邊，我們用聯想的方式去想象說，比如鑰匙，你會放在哪裡？門後。好，那請問向明哥，你會放在門口嘛？那衛生紙呢？如放在廁所裡邊啊？廁所裡面。那如果假設你家裡有儲藏室呢？如放在儲藏室裡邊用一朵那用一朵啊？對嘛，就是如果有儲藏室，你就會放在儲藏室裡面，對不對？那如果說有櫃子，我是比較不建議衛生紙是放在廁所裡面，因為廁所潮濕，對，那也比較不好，對，所以還是建議呢放在臥室的一個櫃子裡面，抽屜裡面會比較適當這樣子。收納的原則其實非常非常的多哈，就是不僅僅是那個能夠做分類，然後你也好找。另外呢，還有就是大空間再把它縮成小空間。這樣是更方便的，就是你就不會浪費一個抽屜。你小物件多的時候，你隔個小空間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放更多的東西？這樣子。或者等於講，你的東西如果你也要貼心，比方某你的地方，觀眾朋友談到也要認真，這個有想法冇？其實第八把有啲最重要的東西，如果講唔單止係把好嘅東西，你這個某個東西比方喺適當嘅地方，最主要嘅係要講。唔好用嘅東西啊，攞嚟接下。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話嗰度室內裝潢同設計嘅故事哦。
发扬过来，福起来。上台节目我哋呢来宾蔡林先生同我哋讲我哋卢卡地波最乱的3个地方，我用完一整理。其实蔡林先生本身有第4个地方会乱的，衣柜很乱，该怎么办？衣柜该怎么办？来，我们看一下。对，其实呢，衣柜说真的，它其实很好解决。我的衣柜从来不会长这个样子啦。那你就是要花时间长这个样子啊，就是要花时间去规划、去整理。春夏天、冬天的东西贵多啊，咁我哋按样去数呢？事实上，我是觉得不用刻意去那个，其实我觉得是你可以依长度去做摆放。然后呢，一半的是冬天，一半的是夏天。那如果说你经常没有穿到的，5年以上，甚至10年你都没穿过了，请问向明哥你会怎么处理？你会提啊，反正又不会扒 V， 还是留在那边，还是留在那边，这样不好吧？基本上呢，我都会建议客户呢，就直接打包，对，放到最上面那一格。不用最上面给改。对啊，用个那个可以吸，现在房间不是卖很多那种可以压缩袋吸就可以把它放在最上面的，因为你也穿不到了，对不对？那你好心一点的，你就可以把它送给这个独居老人，让他们也有暖暖的衣服可以穿嘛。那事实上我会拿出这几张照片来告诉大家的是说，其实衣柜它有一些小地方，它有一些美感，就是有一些小空间，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呢，能够增加收纳空间。例如像长版的衣服，最长女生的长度顶多就是不到150，我们衣服扣掉脚啊头啊，大概150公分，150公分长度，大衣也差不多150公分、160公分。那你下面肯定还有位置。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家里有一些可能没有用的柜子，塞塞看，这个业主就很幸运，他那时候叫我帮他改的时候，那我就说，那你说你的电视柜要换掉，你要换新的，那我就，那不然我们把这个柜子拿去衣柜摆摆看嘛，居然放得下，太神奇了，对，然后呢，我就帮他把上面的那一个层板移走，然后把这个吊衣杆往上移，是不是可以吊衣服？下面的空间又可以有4个抽屉，可以摆放袜子啦、内衣、内裤，还有丝袜，女生就会有这些的那个衣物嘛，就可以进行分类了。等于讲，要衣柜的地方，其实是表外人最常用到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放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对，当然。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像我在设计衣柜的来讲的话，我通常都是设计拉篮，除非这个拉篮像这种抽屉，它是没有这么小的拉篮，所以是做抽屉式的。那抽屉式的话，就是你要打开来看，然后你就其实拿久就知道你是怎么分类的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还有像我们会经常用到的寝具，寝具你是怎么收纳？寝具你贴不得隔壁啊，可是你隔壁如果有那种冬天没用到的太皮骨啦、枕头啦，那你不用一层事实上，那个寝具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像我这样的设计就是像一格一格一格的把它收到里面去2套3套可以替换。那你寝具都不替换，尘螨啊，各方面其实都会上升的。你的健康的问题，也是都是跟健康有关系的。从俺的，比如讲，我们把我的路卡整理好的吧，可从俺的开始摆一些装饰品，比如讲发啦这种东西吧。像蔡林先生，这个有什么建议吗？有啊，其实大家都不希望是植物杀手，对不对？可是都常常就变成不小心就杀死植物，对，就杀死植物了。那事实上，有些如果不介意的话，其实人造花其实是不错的选择。那它也不用太去照顾，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不喜欢人造花的话，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可以选择就是好照顾的。
像虎尾兰，还有像那个开运竹，或者是阔叶叶子比较大的耐阴哦，然后呢耐旱，这些植物都很适合摆在我们的居家。对，因为头讲到开运竹吼，各种的发言啊，其实最注重的东西都是风水。好，其他唔单止讲我的东西要整理的过一腔，其实风水对我的发言来讲的话，我哋可希望讲我哋生活地方也好，嘛按照我的风水的一个套理，像我唔会有嘅客户去要求唔讲，我要布置要听的风水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平面图来看哈，其实我们讲求的风水呢，其实就是人体工学，还有动线的流畅度，风水嘛，这样子顺畅的流动就是一个好的风水。那当然呢，在这个房子的那个有一些比较真的是需要去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灶，就是瓦斯炉放的位置，一定不能够对着门。但是问题香港人常常有时间买个屋的，以后的厨房都在挺好的呀。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他的厨房就已经放好了。我的叫我一家听讲，瓦斯炉没对着门了。其实这个部分建商其实都有注意，对，所以说你会去看房子的时候，你都会特别注意说，你的灶有没有对着门，因为灶主财。对，那如果你对到门，你就会漏财。你看到那个房子，你会喜欢吗？你肯定不会买的嘛。其实按你嘛想说，你一开门就看到有你的主菜，怪怪啊，怪怪的啊，对呀，是不是？对，那当然呢，也有像有人讲说，冰箱不能对着厕所门。冰箱没对着偏所门，怎么呢？因为厕所是脏的对不对？可是你的食物是新鲜的，你要吃起来健康。可是你对到厕所门就感觉到臭臭了，对，就是不太好，就会影响人的肠胃健康这样。但是我常常会想到讲，冇错，更加好，嗰种我哋碌下柜台嘅平数啊，我哋可能按你要求。但是我哋更加幾多路喺嗰種小平數，無論我哋單身去住嘅住屋嘅地方，伊可能冇辦法去做安尼要求，冇得做安尼嘅數納。像蔡玲姐，你可以講我哋，譬如講我哋單身去喺啲住一啲小屋嘅，小間可能4-5平，一樣用嚟佈置，用嚟去數納吧。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就福地福人居了。就不用太去講究。其實我覺得他如果住的舒適，沒什麼問題，或者是沒有什麼那個人家說的你沒有住到凶宅，其實我覺得就可以了。只要你自己個人覺得住起來舒服，這是最大的原則。但是以後沒有講幾個原則可以教我哋嘅觀眾朋友講，譬如講嗰種係你真係係你4平數4-5平，我哋一樣係去用講去設計我哋嘅空間啦。你咪要圖可以同我哋嘅觀眾朋友講，也係用嘅一種圖形這個就是我們的房子租給人家，結果呢，他把我們的這個房子弄得好像那個太髒了，對，然後呢，都可能有那些，好傷心哦，只是覺得這個房子怎麼可以給人住成這個樣子的，所以他的肯定這個人衛生習慣很不好。對，那所以說像小坪數呢，它其實我們就是給它重新改造。你看這樣子的一個房子，居然也可以改造成這個樣子的感覺，完全冇區別的，完全不一樣了。對，然後有一個很精緻的吧台，吧台兼餐桌對，兼它的餐廳，對，然後呢，它的那個廚房的設備也是非常完整的。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說，我們用顏色來讓這個房子呢變得很活潑很有朝氣黃色跟綠色這樣子。係咪講色神啊？可以不用寫平數啊，變好來個發牌。對，更活潑。然後呢，還有就是說，我們盡可能不要做隔間像小坪數的話，就是我們都用聯動式拉門，它可以整個空間整個都打開來，穿透性就非常的好。所以說我這邊的話，都是有幫他設計這個拉門的部分，都是兩邊可以，客廳在中間，兩邊都是拉門，就可以直接就打開來的。咁從頭到有講到嗰度嘅收納嘅空間啦，你係咪同我哋說明下收納可以用做啊？收納可以怎麼做？來，像我們來，你看這樣的收納是不是
很活泼，嗯，对不对？而且呢，像在墙面上的话，也是一个装饰哦，就是可以利用像这样子的格子的多彩的格子的那个柜子呢，可以挂在墙壁上，然后我们用不同的那个层次去做摆放，这样子。因为等于如果我以前那个壁山啊，吼，可能如果你挖一堆，比如一堆挖起一片，结果你弄下个空间呢。一般来说，我们的墙壁我们可能就只放一幅画，结果那个空间就整个浪费了。对，可是变成讲，那上面嘛可以用一点可以树那个空间，有的东西都不用提个，好，第一，我们讲生意那一桶。第二，有某个东西嘛可以不用提个，我们弄下个片壁山的空间啦，哦。是，就是也没有让这个整个墙壁整个都是满的柜子，让它是有一个深浅的那个进出的感觉，就有层次感。最重要用色，对，去做出某样的一种风格。对。干嘛有配的东西吗？像这个也是小平数哈，它就是那个卧室很小间，对不对？可是它又想要有一个客厅，那我们呢就会偷了一个隔间的一个尺寸，好，那用衣柜当做隔间墙，然后呢电视柜直接挂上去，是不是衣柜60嘛？那我等于省了12公分，对，那这个就可以。做整排的衣柜，又兼做隔间，然后它也有私人的空间，然后有一个主卧，然后又有一个客厅，可以去享受2人的生活，这样。可是头头你这个讲伊的联动墙的意思，如果其实也上唔係固定呢，好，伊可以打开来，就变成另外一个空间，表下去又可以分另外一个空间，有一个个私人的一个空间。可是变成讲，安尼嘅上地方嘛，可以把啊，等啲小空间变成一个柜台利用嘅地方。观众朋友看见明日嘅节目，你係咪發現到講，唔單止可以用嗰連發嘅東西，可以俾人哋空間過大以外，我哋嘛可以睇人哋壁山上面啊，去當一些鬼嘢，無論用無樣嘅色，俾我哋嘅生活嘅空間變得過正。今日我感謝蔡林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按到空間嘅一個設計嘅故事。多謝大家按住先，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等先生來圓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黃振祥，來自於屏東鹽場志祥77導演養生協會。另外一篇呢係鄭先生，一篇呢蔡先生。今日同觀眾朋友做嘅呢係我哋嘅左右後台，左右後台呢係我哋嘅非常功法。剛剛呢出現呢我哋做兩隻腳打開來。同樣以肩頭同法，做嘅時間呢，係我哋呢注意我哋呢腳企嘅時間，唔可以企喺呢壁側，企喺壁側我哋呢7條嘅樹上哈，所以我哋注意7條。講我哋呀呢，企嘅時間我哋呀變鬆來，18個像坐凳呢形呢哈，變鬆來，然後我哋開始呢，當我哋呢胸前打開來一下合手來，合手來過後呢，再打開來兩隻手。南方嚟講，南嘅到胸前方，南方嚟我哋呢樹棍呢送上去，送上去，再我哋呢樹棍樹節慢慢嚟變下來，松樹呢也天天嚟變下來，變下來個老對我哋呢背囊行去，背囊行對我哋呢下節嗰啲地方兩隻樹。有樹呢，對我哋呢下一個做樹嘛，係對我哋呢後背傳出來，也係壓縮我哋呢氣場吼，利用我哋呢做壓縮嘅時間，也係正面呢壓縮我哋呢氣場，幫我哋呢氣場呢做一個按摩嘅吼，也係氣場功法。氣場功法呢，第一我哋呢跳下變鬆嘅時間，我哋呢腰骨轉對頭線。豎放起來，一隻手在前面，一隻手在後背，兩手交換的時間，對我哋兩手吼鬆出去。呢點鬆的時間要注意哪一點？我愛呢
撞入来，我树凹出来迄个时节咧，有人话来拿出去，安尼拿出去无法度压缩到我哋咧也个气场，主要系训练我哋安尼两只手一个向前面，一个向后背的时间咧。第一，我向前面咧，我对安尼提防，对安尼提防咧送出去，送出去咱拿出来，哈。后背呢，后背一只手咧系对我的后背，安尼竖接，天天咧延长出去。也喺我哋正面咧通走，正面咧通走到我哋腰骨竖出嚟对头线，对我哋咧肩头缩入来，到我哋咧胸前方，我两只手两搞弯过后，主要我哋咧后竖前面臀后背一只手，两片对绑出去，对绑。也系做我哋正面咧，我哋侧面咧有一个侧面咧，左右合弹。侧面同样我哋咧手拿好嘅咧，拿埋向前方，手尖咧送上去，手棍标下来，眼神标下来，标到后背去，我哋手标伫后背，我哋咧腰骨臀。高骨转右边，啊！等咧左手绑好起来，两只手前后绑，绑长过后伸出去，再向对后背顶到转来。再一次的搞完的时间，啊！等这样前后绑出去，再绑出去，啊！等眼神打出来。再一次的拿双手拿咪到胸前方，送上去。再标下来，到我哋咧腰骨后，转我哋咧高骨，我哋咧腰骨高骨转到左边，我嘅手前后绑出去，标上嘅过后，我哋转对后背，再一次搞弯，利用搞弯嘅时间压缩我哋咧。气场利用安尼压缩的时间呢，我哋做一个气场的按摩，几多阵呢？我哋咧舒展咧在胸前方，也系侧面的动作哈，然后做一个正面的连续动作，直接拿后背去。绑出来，也系正面呢。初中人做嘅系正面呢。以上呢係我哋祈禱嘅示範，我哋咧左右合彈。接下來呢，我哋要初禱嘅示範，所以呢，我哋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單呢，我哋就做初禱嘅示範嘅左右合彈。今日我哋所做嘅示範呢係初禱嘅動作，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單呢，準備好嚇。但係要注意我哋咧安全性，唔好有離呢，我哋坐上去呢，那麼危險，更加多虧事嚇。我哋咧左右合彈，坐下嘅時間，我哋咧有兩套講啊，我哋按你做時間注意，我哋咧等咧，我哋咧等咧有等有背，嚇，有後背挑時間，按我哋坐嘅時間同樣1/2同1/3嘅坐法，我哋做嘅時間，我哋咧手咧直接拿好起來，拿好起來過後咧，我哋向前面縮放嘅時間，要記得係對我哋咧也就以手棍、手節也就以縮放起來，當我哋咧胸前後，
那做一个拖过来的到下肢骨方的地方来转变，讲我哋嚟放出去。同一时间，我哋咧数一个阳的，一个阴的，所以一个阳的同阴的呢，由阴的开始，我哋数把种向东方的开始变过转来，变出去对我哋咧数节数方以来，数方以来过后呢，再做一个搞弯。也呢都係我哋正面呢，同左右合彈哈。過來示範一個我哋正面的左右合彈，正面左右合彈呢，我哋咁樣數哪方面來？拿尾向前哈，拿尾向前過後呢，同我哋呢數節送上去，天天嚟變下來，變下來我哋送數變上來，變喺到後背。變後背我哋腰尾臀高骨轉一下，數轉的時間拿前面來，對前面綁出去，綁出去過後我哋注意我哋要檢討下，我哋綁出去時我哋的腰尾要稍微轉一下，轉過後我哋對後背的時間轉過來，我哋綁好以來的時間我哋縮好以來。數行來時間，注意講那點，注意我哋要壓縮，我哋要壓縮，行以來數棍變下來，壓縮過後，我哋做一個數棍的搞彎，再送出去，送出去時間，對我哋安尼數棍數節綁出去，綁出去過後，回張下來，再勒一吼，數呢再勒行以來，拿上去，變下來。到後背，腰骨、高骨扭一片，數綁出去。也都係我哋正面的示範。雖然正面的示範呢，係最主要我轉我哋呢腰尾臀高骨的轉，唔轉對右邊，我哋呢腰尾臀高骨轉對右邊，所以我哋呢肩頭會向右邊，將肩頭那面也會向右邊。再來轉左邊的時間，我腰尾臀高骨轉對左邊，所以我轉的時間會對左邊啊，也做一個。示範講啊，我一樣嚟轉，我腰骨個唔係扭到個唔係輸上哈，也係做我做一個事，咁係做一個連續動作咧，正面同側面咧連續動作，俾大家看一下。也喺我哋做初到嘅動作，希望觀眾朋友呢好好啊來做，咁我哋呢提倡呢按摩嘅個健康意識，我哋觀眾朋友我哋下一次拿來了。